最近哦，洪台佮拄着大涝，嘛影响到石鼓的生态。伫平湖，保育人员就发现讲，本地应该爱伫9月初出世的石鼓，拢无消无息，所以决定要甲台地山内底的两修改挖好开哦，嘛成功救出29只打捕出来的石鼓，咱做伙来看卖。保育人员用手开挖，将台地沙堆内的牛仔囝全部救出来。这是7月13日平湖望湾青海谷彰化西两个两修有产期伫9月初3，海葵风台来临进前，保育人员发现土层有松动，却无看到白痕，警判是牛仔囝伤虚弱，无法度家己爬出来，才决定紧急开挖抢救。该处的软窝呢，应该是已经孵化，但是里面的海龟呢是属于体弱，所以没有办法爬出。因此呢，我们呢去这个紧急的开挖。平湖县府表示，望湾岛沙坡是青海谷重要生态地，当年5月到10月是青海谷生态季最近有几个风台过境，虽然无算到平湖，也毋过大来的大涝，所影响当地捕的卵。今年6月2日第一批古堡彰化生的卵，到今也无看到捕出来现象。也毋过7月13这批的卵收是已经顺利捕出29只牛仔囝。这一窝软窝的产卵的海龟呢，是属于较年轻的海龟，所以产卵数不多，大概只有34颗。那34颗经过抢救之后，总共有29只的海龟孵化，那么有存活率呢，大概是85%。平湖县府提醒民众，青海谷生态期间暗时8点到加长工透早5点是保护区管制时段，请民众唔通动入去干扰，以免触犯野生动物保育法。违反规定者，会当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，还是并扣新台票6万以上30万以下罚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